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炒饭，会当讲是台湾的经典美食。也毋过随着食食西洋化，台湾人食白米饭的量是愈来愈少咯。讲比30年前减一半遮尔啊多。农粮署为着要推广台湾米，特别来举办着台湾炒饭王的比赛。今仔日开始来报名，12月21要来决赛。 肉丝男独家酱料加台经9号米饭落去炒，炒出简单又搁经典的好滋味。这是去年台湾炒饭王肉丝炒饭。我的炒饭像抛弃般的油腻感一样，吃起来蛮顺口的啦。 今年一摆炒饭王比赛要开始啊！今年除了有经典的美味组，搁加一个流行的领航组。可能小姐来电视用台湾米的炒饭，今年的冠军炒饭伫花莲机顶面嘛食会到。其实农粮署办这个活动，是因为台湾人愈来愈无爱食米饭。1982年时，一个人平均食米的量有90公斤，到2018年，剩45公斤啦，差不多是剩一半的量尔。 我们从2年前开始办这些台湾第一碗碗粿，然后去年的这个经典台湾的炒饭之后啊，这2年来带动了非常多的消费者开始重视我们的传统米食。报名是到10月30为止，参加比赛人都要用产销履历的台湾米做食材。12月21进行决赛，时到就看什么人是今年的炒饭王。